大家好，我係多昌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其實乾燥綜合症冇大家想象中咁可怕，佢喺中醫嚟講係屬於燥症、燥痹嘅範疇，通常係因為正氣虧損或者係長期病痛勞損所引起嘅。乾燥綜合症嘅患者口水會明顯減少，容易導致蛀牙同埋口腔感染。而家醫學發展得好快，對於乾燥綜合症嘅研究同治療都有咗唔少嘅突破。中醫會透過望、聞、問、切等方法進行全面辨證分析，揾出病人嘅陰陽、氣血、虛實等體質狀況，然後最針對性咁樣用湯劑、丸劑、膠囊或者係面煎嘅中藥去調理身體。咁呢啲治療唔係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，而係從全身整體出發，調理整個機體。建議大家定期去做身體同埋口腔嘅檢查，及早發現、及早處理。咁樣先可以有效咁樣控制病情。記得關注我，齊齊守護你嘅口腔健康。